谢谢市长、局处首长，大家好。我想要针对刚刚大港开唱先稍微讲一下，因为刚刚市长针对你们说你看到的画面，你觉得这个是非常低俗、不入流，而且是非常下流的一种行为。那我就想请问，你在公开场合说他奶奶的，你说用屁眼看你，像这种话就是比较高尚吗？我想问的是，艺术这种形式或脏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很多文化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可以邀请刚刚这些所有的国民党议员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开研讨会也好，开公听会也好，开说明会也好，有非常多已经有很多论文探讨这些文化上面的意义。那为什么如果市长是这样子觉得的话，是不是双重标准？再来大港开唱。其实你们看到的只是片段，如果因这个片段要抹煞整个大港开唱文化的意义，还有它已经办了11年来对高雄来说的意义的话，我觉得非常说不过去。希望市长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关系，你应该要鼓励这样的活动继续办下去，或者是你回去看这11年来任何其他完整的片段，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用以偏概全。那刚刚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刚刚国民党议员在羞辱我们的代理局长，我觉得作为一个市长也说，事务官人家都是公务员考进来，一步一步做上来的，非常辛苦。过去他们也承办了这11年来的活动，那为什么国民党的议员要在一场里面羞辱一个代理半年的代理局长？我觉得市长你应该要为你的局处首长，就算他只做了半年，你也应该替他平反一下，那也是你辛苦的工作人员。好，那接下来纯粹以上建议，我们进入正题。首先想要请教的是，为什么到现在已经9个多月了，那我们的市府团队却从来没有到齐过？市长，你不是想要让高雄的团队是出来打仗的吗？为什么到现在连你的下面的将军都找不齐？行政暨国际处1月就辞了一个，8月再辞了一个，现在空缺2个月。社会局长也是，好不容易2月找到了，结果他上任当了5个月，跑去选立委。上个会期多少议员问说，局长你真的不会落跑吗？你真的对高雄社会局的业务可以这样有心的一直做下去吗？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还是跑去选立委了。那现在我们还是有空缺的时间，劳工局也是。到3月才上任，更不用说文化局、消防局、毒防局，现在才9个月，就有6个月是空窗的。那这几个局处的业务，难道都不需要推动吗？市长想要推动的改革，不需要在这些人手上才能开始动作吗？你浪费的是市民的时间。环保局、观光局都在这个月初请辞了，到现在还没有局长，这些都不是问题吗？甚至局长更换的速度这么快，请问我们过去相关的政策要怎么延续？我请环保局长、请观光局长，那时候上个会期承诺我多少东西，然后结果潘局长现在一个承诺都还没有答应我，他就落跑了。上个会期刘德霖议员也是我们凤山的议员，跟我都要求说，针对凤山的观光。我们都非常在意说凤山的观光到底要如何振兴，潘局长那时候也非常爽快的答应说，好，我一定会给你，而且不是说帖，不是什么1页 A4， 然后行距很大，只有4页的说帖，他要给我完整的评估报告，结果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生出来。彩虹经济也是一样，那时候我相信市长你也在现场，我问局长的时候，他也说。非常爽快的说好，我一定会给你。结果现在呢？那这些责任谁来承担？下一个部分，我觉得市长你可能要搞清楚，你开始参选总统这个候选人的身份之后，你开始把你的竞选团队跟你的市政团队混在一起。看几个例子，9月初这个接见日本学者闹乌龙的事情，大家都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负责主责的是谁？竟然是你竞选办公室里面团队的人员，这个照片都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业务应该是谁的？应该是我们行政暨国际处的，但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处长，也没有由其他的代理处长或是其他人来主责，竟然是让你的竞选团队来居中联络，你是不是完全架空我们局处的功能？再来，你让你的市府的局处首长跟你去跑选举。6月8号你去花莲造势，那时候刚好高雄正在面临登革热疫情延烧的时候，
民政局底下区公所是基层人员非常的辛苦，端午的连假他们要加班在防疫，为了要守护高雄，这件事大家都非常重视。我相信卫生局长在这里一定也知道那时候大家多辛苦。那我们的指挥官民政局长跟市长一起去花莲造势，这个对高雄市民来说看得下去吗？再来，新闻局长在礼拜五的时候跟市长去台北按铃申告，然后甚至因为一些总统的事务的发言，然后已经完全超过市府针对高雄市政来发言的职权了。在这边，我只是想要请市长回去检讨，不要把我们的局处首长当成你个人的秘书。这已经本末倒置了。我同意说，局处首长假日归假日，他们要自愿跟你去跑选举，这没有问题。但是不应该本末倒置，让他们连市政的内容都处理不来了，却要跟你去跑选举，这样子对市民、对全台湾的人民来说，观感都不好。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个副市长是累倒的状况，那你还要继续消耗你的在座的局处首长？只因为那个是非市政的行程吗？回到从人事的部分，希望市长以上可以回去检讨一下。那回到市政的部分，我翻了一下你3月跟9月的施政报告，我发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复制贴上。我看研考会主委点头，是复制贴上，对不对？你也有发现这件事情？因为上个会期已经很多议员认真看了你的施政报告，然后在质询的期间，这半年来给你很多建议，包括说旗津的免税区会有什么问题，你的国际大机场，包括自经区、赛马等等，大家都给你很多的意见，那些都是人民托付给我们，希望表达给市长了解的心声，也是我们的疑虑。但是在这一本新的施政报告里面，还是一样复制贴上。那请问你是在继续空转我们的市政吗？这是我截图9月跟3月的施政报告，你看目录一模一样。再来看内容，打开第1页，哇，全部复制贴上，甚至你只是把快速往前冲改成尽快、竞速往前冲。施政报告从3月到9月的差别是什么？加了2个字“赘”字。那你是不是完全就只是在作文比赛嘛？我们再看108年度跟109年度重要的施政报告，会发现说你重复的多达127项，也就是80%以上是一模一样的施政目标。原来你这过了9个月，你在做的事情都是完全没有做到，整个市政再空转，还是本来就只是口号？这边我把施政报告念几项给市长听，就是你的施政报告的目标是什么？第140条，目标是要审议诉愿及国赔案，充分发挥行政救济的功能。请问这个是施政目标吗？不会太空洞吗？这不是本来就应该列在你们组织里面执掌的职权里面的东西吗？第160项，你说施政目标是要持续列管市长的政见，追踪掌控各个机关办理的成果，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接下来对高雄市的愿景吗？都不用再具体一点，都只是把这些组织的目标全部贴上去，然后一模一样，就这样。然后我发现除了复制贴上的部分，有一些东西是不见的。那我看一下什么东西不见了。你的爱情产业链、双语教育，还有农业的订单，在9月的报告里面。打开第1页，你在3月里面有写，但是在9月里面就不见了。我想要问的是，所以你从选举到现在，从去年选举就开始说爱情产业链你多重视，结果到现在也看不出你有任何实质的进展。甚至是在上个会期，你灵机一动，在议会备询的时候说，我们要提出一个珍珠计划，然后你就把这个珍珠计划放在这次的施政报告了，但是爱情产业链却没有看不到任何实质的内容，甚至是办一些不知所云的活动，像是3月你放了什么？
你说爱河灯会、金银河，这个算在爱情产业链里面吗？相信市民都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个跟爱情产业链有关系？然后你去做直升机的照片，这个也是爱情产业链，是吗？请问在座的局处首长，这个跟爱情产业链的关系是什么？你们觉得爱情产业链跟市长搭直升机有什么关系？再来，9月的你爱情产业链里面一样，就是在爱河旁边，做爱之船，然后甚至让我们的潘局长去跳爱河。到现在你说唯一一项爱情产业链里面一项最具体的爱情摩天轮，现在有任何成效吗？连个招商说明会都不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些厂商正在投标，然后甚至说也没有说接下来的时程是什么。那爱情产业链会为高雄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或者是你们具体上接下来会办什么活动？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啊。那你讲了这么久，到现在这施政报告都还是非常的空洞。想要提醒市长的是，你重复的项目真的太多了。到底是这快1年来，你们市政府真的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成效，所以才会一直列这种一样的东西？你这个再放10年也是可以用这个施政报告下去给我啦，因为10年来都可以长这样嘛。就是说我们要处理大家民众的业务，大致上这一本就是这个意思而已。那还是说市长你都在忙于选举，那你对你们下面各个局处的督导到底有没有落实？那你自己了不了解？那我这边以上都是给市长，希望市长回去检讨。我这边想要问的是，市长，请问你们，因为局长他已经辞职了嘛，我们的潘局长，那可不可以对我们凤山有一些具体的回应？就是对于凤山的观光，你可不可以做到什么？我们请韩市长答复。谢谢黄杰议员，您的质询琳琅满目，很丰富，但是偏差的心态太严重，恕我指正你。第一，我再三要求我市府团队，市政跟国政必须要区隔，所有我参与的选举，市政府团队一概保持行政中立，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定的，请黄议员必须要相信。那请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第二几位局处长，现在没有到任，是因为在议会这个开会期间，马上审查预算。我怕这几位新的局长，不好意思，我们针对凤山的但是因为你太多偏狭了，市民比较想要知道这个部分，那些东西都有图为证。那我们现在直接针对，请你告诉我，凤山选民要的是你如何振兴凤山的观光。那第三，日本团是拜访蔡不好意思，市长，请针对我的问题回答。我必须要讲，因为你太偏差，好不好？现在凤山，我代表凤山的议员，只想知道凤山的观光如何被振兴。既然你提出问题，我就依序回答。坐直升机是看爱情产业链、爱情摩天轮的地址，这一点我要跟你报告。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你针对我问题回答好不好？我现在只想知道凤山的观光如何振兴。谢谢黄议员，既然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拜托，我们时间已经很宝贵。国民党议员为了护航你，已经限缩我们的时间了，你可不可以针对问题回答？谢谢黄议员，既然你已经知道，刚才你为什么明知故问呢？我是请你回去检讨，请你检讨。好，我们现在就针对问题回答，你不要再讲废话了。是会看爱情摩天轮。市长，针对问题回答，拜托。不是为了好玩，拜托。另外，突破点，土开公司已经董事会通过配合高雄市政府的爱情产业链的爱情摩天轮。市长，针对问题，在9月6号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叫做凤山的观光如何振兴。请在1分钟内回答，我没有时间了。您的问题我必须依照次序。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个问题。可以跳脱，但是我必须依照次序，好吗？凤山，我大力发展军事观光，大力发展军事观光的产业在凤山，地点在工协新村的对面。我们希望很多在凤山、高雄当过兵的好朋友，几十年之后可以来高雄观光。第一个点选的是凤山，这一点特别跟黄议员报告。就这样子吗？哦，那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其实我在上个会期，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观光局长讲，凤山的观光不只是你说的军事文化，包括有很多美食，有夜市，有各种我们的特色街道。
那凤山就是一个有非常丰沛庶民能量的地方，希望可以重视，拜托，包括很多不只是军事，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我们也有很多的艺文中心，这个要请市长来重视。好。